全地都当向神欢呼，当歌颂他名的荣耀。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站立，来开口赞美全尊贵全能神。全能的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自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淹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我们再次来赞美全能真神，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自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淹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在约书亚记2章8到11节写到，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2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在约旦河东的2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必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神，因他赏赐应许来赞美他，因他彰显全能来赞美他，因他掌管万有来赞美他。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要赞美你的信实，我们要赞美你的公义，我们要赞美你的慈爱，我们要赞美你的良善。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所有的一切公义给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在你所创造的这美好的土地上面，让我们在这边生息作息。谢谢主，主，因为你是万有的主，因为是你满有权力的主，你统管万有。一切都是因着你的命定所做，主，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切，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应许那给你的百姓能够进入到你的恩典之地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使你的百姓靠着你的名，靠着你所赏赐的能力来征战，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因为你让你的能力聚集在你的子民身上，也让我们在征战的过程当中，让万民
万邦万族都知道你是掌管天地万有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万王之王，主啊，你是万主之主，主啊，你带领我们往前冲，因为你是我们的元帅。主啊，我们是你的军队，主啊，你带领我们胜过这世界，因为主，你要使这世界都在主你的恩典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因着你的爱，主啊，使我们有盼望。主啊，因着你的爱，主你复活能力的爱，使我们不绝望。主啊，在这疫情变化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勇敢。主啊，我们仍然能够面对。主啊，是因为你，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勇气，你就是我们的力气。主，因为你爱我们，你爱这世上，主啊，你有一个拯救，就是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主，你乃愿人人都能够得救。谢谢你在这拯救计划当中算我们一份，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你。主啊，谢谢你，就是管定，你就是爱我们，爱到底。感谢赞美你。阿门。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无时无刻都要来赞美你，因为你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你是那无时无刻为我们预备救恩的主，因为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所以我们要一起来赞美你，我们要大声欢呼来赞美你，我们要击鼓跳舞来赞美你，愿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主，你是全能拯救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大声来宣告：神的国度已经降临。宣告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全这地，兴起你所选之民，高举你荣耀领域，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再一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我们一起来宣告：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们将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哈利路亚！阿门，阿门。是的，主啊，唯有你是我们的帮助，唯有你是我们的救赎。主啊，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好救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就等着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在敬拜当中，在祷告当中，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献上我们的敬拜，向你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愿主你带领我们在今天晚上，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与主你来连结，再一次的领受从主你来的话语，再次的与主你更亲近。主你已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你已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
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的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主，你已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的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主，我们真实的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2章14节。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感谢神，他是慈爱信实的神，他也是拯救人的生命脱离死亡的神。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2章19到20节。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主啊，我们要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来认罪。有的时候我们不相信你的话语，有的时候我们偏行己路，有的时候我们离开神，只过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弟兄姐妹，让我们开口来向神祷告，感谢神的信实、慈爱与拯救，也为我们得罪神的向神来认罪悔改。我们同声来开口祷告。主啊，在天父孩子面前向来献上祷告。主，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是信实的神，感谢你，感谢你的应许就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来经历。主啊，孩子也要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在最终是我的，若因为有人因为你的怜悯，因为你的信实，因为你的慈爱，所以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知道人的不幸，面对的我们恳求你怜悯这世代，怜悯你的百姓，说怜悯，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本来都是当灭亡的，但是因为你的诚实、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使我们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有一条出路，主要一条永恒的出路。主，谢谢你，因着你的慈爱，你自己的牺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
摆上，成为挽回祭，让我们因着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主啊，有时候我们还是因着我们的不信，因着我们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按照我们的心意来行，所以我们一直走向在灭亡的道路。感谢赞美主，因着你把我们从最终带回到神的面前，回到施恩的宝座面前，所以我们才能够今天站立在这里，成为一个代祷者，成为一个向你来祈求、来祝福这世代的这代祷者。愿你来施恩赐福，带领你的百姓走出一条恩典之路。谢谢主，因为你的宝血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有盼望的道路。主，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在你的名下。谢谢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原来是在那黑暗中，我们原来是到了人生的尽头，但是你总是在那黑暗中给我们闪亮的信心。就像主，你今天透过喇合的经文，主，你再次来告诉我们，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主啊，我们还是在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还在那绝望当中的时候，主啊，你自己就定义成为那拯救。主啊，你来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改变，因为主，因为你愿意救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信实，你是公义，主啊，你是全能的，主啊，你是那守约施慈爱的主。不管我们怎么样，主啊，不管我们怎么得罪你，我们再大的罪，主你都能够赦免。主啊，我们再犯再大的错，主啊，你都爱我们，你定义爱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就是这位拯救世界的主。主啊，你自己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为我们替我们这本该要我们受死的，你替我们受死。谢谢你，主，谢谢你给我们一条出路，给我们一条活路，以致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活，以致我们因为主你替我们死，主我们就要为你而活，主我们就是要活出能够荣耀上帝，可以对人有帮助，这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谢谢你每一天都来更新我们，主谢谢你就是一路要带领我们走在主你的心意里。谢谢主，阿们。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的话语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主，我们很多时候只是将我们自己的平安，只是将我们自己的愿望，只是将我们自己的想要带到祷告的面前。主要更是要再次向你来悔改，向你来认罪，因为主，你赏赐我们平安是从你的话语来，是从你的应许来，是主你已经做在我们身上的事。但主，你说你还要使我们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主，你不仅是拯救我们，使我们得着平安，更是应许我们要我们做外邦人的光，要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要我们在这个充满了疫情不稳定、人心焦虑惶恐的世代，不仅是使我们平安，更要我们成为外邦人的光。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更多的来寻求你的心意，不只是叫我们自己顾好自己的事，更是要顾好主你国度里的事，更是要来照顾主你看到的这些没有牧人、没有人牧养的羊群。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在我们向你悔改祷告的时候，也再一次的是抓住主你对我们的应许，不仅是单顾我们个人的事，更是让我们群体的事在主你的面前要被主来光照。谢谢你带领我们，因为你定义要拯救我们，如同约书亚记一样，永恒的神耶和华，永恒的神上帝要来拯救我们。谢谢你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得着这应许，我们就要活出这样的盼望。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主，我们真实的悔改，归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
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主，我们真实的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是的，主啊，愿我们一生都能够蒙你的悦纳，愿我们一生都走在合神你心的道路当中。即使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像走在黑暗当中，即使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像被困住，主啊，我们仍然要到你的面前向你来呼求。弟兄姐妹，愿我们用这首诗歌，主啊，我们就在敬拜当中来向你呼求，来寻求你的心意。黑夜笼罩，似乎不见光，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主啊，你的信实是我们的盼望，你的信实是我们盼望，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你必睁眼看，侧耳听祷告，这百姓是你所爱的。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移不犯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求你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急难之中，主啊，我们要呼求你，我们要大声来呼求你。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移不犯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求你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里。主啊，求你医治，求你
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求你救对，我们一起来呼求我们的天父，我们呼求，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你的救恩必降临在这地，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再次来呼求主，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是的，主，你的救恩必降临在这个地方。当我们同心呼求你的时候，主啊，当我们为这地的百姓、为执政掌权的来祷告的时候，主，你必按着你的信实、你的公义、你的慈爱，要将你的救恩赏赐在这地的百姓。主，谢谢你，谢谢你怜悯我们这个世代，谢谢你赐下一条活路，让可以寻求你的人趁早来寻求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国家，为着我们的城市来祝福、来祷告。特别是在我们的国家危难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仇恨对立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人的有限。我们要为这地的执政的在野的，或者是不同族群可能有这样仇恨对立，我们恳求主来怜悯。我们看在我们这个疫情的升温之下，我们看到台北市，看到新北市，甚至是我们桃园，我们在濒临那个又要升3级的阶段。我们恳求神真的是怜悯，再次怜悯，特别是为我们的桃园，为我们国家的大门来守望。境外一直进来，恳求神让这些卫生的这个守护的单位，我们的疫情中心能够有智慧来守住这一波的疫情，特别是在过年期间，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平安的来过年，用平安来代替这一些的恐惧特别是让执政掌权有智慧，面对疫情再起的时候，各项的措施、各县市的措施都能够防堵这一些的疫情。我们恳求神在整个疫情的变化冲击的过程当中，恳求神也保守看顾所有的这一些的店家，让他们不会再一次面对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挑战。我们也恳求神来兴起更多这些的他的子民，可以站在破口当中来守望这个城市，守望这个国家。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开口同声来向神来祈求，向我们的天父阿爸天父来呼求。我们开口来祷告。主，我们要向你来祷告，说你是拯救我们的神，我们要向这位拯在我救我们的们的国神来祷家危难的告。时候，主啊，我们也在我们面对黑暗权势看不见的这些的病毒，还有看得见的这些的敌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面临的这些的危难，面临的恐惧，面临的害怕。主啊，求你怜悯这块土地、这国家的百姓。主啊，回转来归向你，弃绝一切的偶像。主啊，只有单单你是神，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主啊，让我们回转归向你来敬拜你，求你止住这一切的瘟疫。主啊，让人知道人的败坏。主啊，让人知道人需要回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过2-3个礼拜就是过年，我们恳求神施恩赐福，让我们在这个农历新年的期间，让我们真的是有神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主啊，在整个这一些的经济的冲击当中，求神来护卫着我们台湾的经济，不会再受到这一波疫情的升温所带来的这一些的影响。主啊，兴起你的子民，在各地各城市，在各个城门，我们守望来祷告，特别是国家的大门，我们守望的桃园，主啊，后面来捆绑这些的病毒离开，是吧？止住这些的瘟疫，是吧？除去5间害人的疫病。谢谢主，谢谢主，主也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站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说：主，我们需要你，主，我们需要你。我为我们的国家需要你来祷告。主，我们要向你来祈求之前，我们要先向你来认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在这个岛屿上面，我们有许许多的人不认识你，是因为我们。主，也因为他们不认识你，而让我们在这个岛屿上面，我们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有外患的问题，有内忧的问题，我们有人民上面对立的问题，我们有执政掌权者跟这些在野党的问题，还有我们人民的不认同的问题。主，我们诸多的问题，还有再加上现在疫情的关系，主，我们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主，我们必须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向你来谦卑，因为我们不够谦卑，我们不够认识你，所以我们自己制造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无论是这些内忧外患，都是因为我们不够谦卑。主，我们求神你来原谅我们，赦免我们，帮助我们。但我们也祈求神你能够怜悯我们每一个在这个岛屿台湾这个岛屿上面的每一个人，特别是与我们的执政掌权者同在，帮助他们，让他们虽然不认识你，但他们仍然存着谦卑、存着怜悯的心，有智慧的能够知道如何的来处理这些内忧外患的事情，让我们在这个岛屿上面生活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过着平安，都能够过着健康的生活。尤其在这个疫情当下，我们在这个桃园，我们有许许多多从国外进来在台湾的这个门口当中，我们的桃园首当其冲，我们遇到了很多的事情。主，求主你也帮助我们的市长，也让他能够知道如何的能够来处理这些所有的事情，与我们的总统，与我们的执政长、行政院所有的人一起同心合意，然后让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桃园的这个地区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安居乐业。也求神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的每一个人民，我们生活在这当中的，让我们能够免于恐惧，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寻找到自己的盼望。也求神亲自的兴起，在台湾，在桃园，在迦南教会当中，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愿意站出来，愿意开口为别人来祷告，为这个城市来祷告，为这个社区来祷告，为我们的国家台湾来祷告，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用祷告互相扶持，让我们一起用祷告坚定的站立。谢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 ，Amen。弟兄姐妹，要为着我们的教会肢体来祷告。我们在为着整个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方向来奔跑的时候，上帝兴起约书亚带领他的百姓要进入应许之地。神透过他的话语提醒约书亚刚强壮胆。神也透过约书亚吩咐这些的官长、这些领袖起来，按着吩咐顺服的领导，一起来进入到应许之地。透过约书亚记在提醒我们，同心合意的征战，才能够领受上帝的应许。特别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看不见的这些的病毒，我们需要更多的同心。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断要被更新。神的话语透过同心合意的祷告，才能够对付这看不见的黑暗的权势。人人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不同心来传福音，我们就内耗，我们就内斗。我们恳求神来施恩。如果我们没有向外来传福音，没有设定对象，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彼此来攻击。我们恳求神怜悯，也让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让我们所领受的意向、策略、计划，我们所编列的这些预算，合神的心意，
同心起来服侍。肢体之间需要彼此的扶持，同心的祷告。神的话语提醒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要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昼夜思想，不偏左，不偏右。”当我们遵照上帝的话语、上帝的使命诫命来行的时候，他就应许说：“你们一定可以得着这样的一个丰盛之地。”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在每一个家庭建立这样的祭坛，能够恢复夫妇亲子之间的关系。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的家庭，因为读上帝的话语，同心来读上帝的话语，一起祷告，我们有看到家庭被翻转，关系被恢复，带来和好的结果。神也帮助我们能够兴起这些年轻的领袖，透过培训营，透过这一些的冬令营，虽然疫情的关系可能会有所调整，滚动式的调整在线上，但是祝福这些的同工能够培育这些属灵的青年领袖，成为神贵重的器皿，来合乎主用，为的就是要荣神，使人得益处，使他的教会被兴旺起来。我们恳求神在这个礼拜所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坚固他们的信心，有稳定的聚会，还有属灵的这个灵修的生活。为着身心灵受苦、受压制的，特别我们为着蔡清雄弟兄他的家属来祷告，求神安慰他们失去亲人的忧伤，这样的一个痛苦。恳求神来怜悯医治这些在痛苦当中、病痛当中的这些的子民，医治他们、释放他们，使他们身心灵因着你我的守望，能够得安慰、得恢复。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开口同声来祷告，为着我们的教会肢体，为着教会整体，为着牧者团队、长职团队，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为到你所设立的教会。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你的话来提醒约书亚，你的律法不离开我们的口，总要昼夜思想，不偏左，不偏右。当我们如此行，就能够因着你话语所带来的应许，进入到应许之地。唯有同心合意起来征战，我们才能够跨越我们的约旦河，我们才能够面对我们的亚纳族人，面对的这一些的困境，面对这些的障碍。说当我们其中如果有人不顺服的时候，就好像亚干，他不听从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整体的失败。主啊，求你让我们同心合意来顺服神你的话语的领导。主啊，让你的教会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世代当中，是同心合意彼此来征战，就看见那些困苦流离，看见那些灵魂得救的需要。主啊，求你兴起你的教会，兴起你的百姓。主啊，兴起这些年轻的领袖。主啊，让我们透过同心合意的祷告，透过你的话语，翻转这个世代，翻转你的教会。主啊，让你的得救的子民日日加增在你的教会。主啊，让我们透过小组牧养彼此来相顾。主啊，带来你教会另一波新的复兴。主啊，恳求将这些年轻人摆在你面前，你生命的火来燃烧他们对你的热情。主啊，在这世代使用这些年轻起来赢得这世代的年轻人。主啊，特别是要兼顾这些的刚受洗的弟兄姐妹，兼顾他们的信心，不被这样的一个困苦、这样疫情、这是环境的变迁所影响。主啊，安慰这些失去亲人哀伤的家属。主啊，你知道他们心中的忧伤跟苦闷，求你来安慰、扶持、医治这些病痛的。
天父，谢谢你设立迦南教会在这里，也谢谢你使用迦南教会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也求你保守迦南教会各个部区的会友，在面对疫情的时代中，就可以透过 RPG 小组，然后再就是跟教会的会友以及跟你仍然有很好的连结，使我们可以成为不管是家庭还是职场还是校园的祝福，然后愿我们可以真的是有火热的心，愿意将你的福音可以带到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也求你真的是兴起迦南教会的青年，点燃我们对福音的热情，然后求你使用每一位的青年，就是都有一颗愿意跟随你到底的心。谢谢你，主耶稣。孩子的祷告是奉告主耶稣的圣名，阿们。Amen。弟兄姐妹，上帝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这意思就是说，是阿们的，是能够诚心所愿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宣告上帝他的话语在圣经里面所带来给我们的应许跟盼望。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的话语说。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垂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宣告神的应许，他赐下他的救恩管道，就是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传扬耶稣基督，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应许才能够成就。我们也要宣告神的应许，也透过这样的一个他的应许，能够让我们的性命脱离死亡，也应许。我们成为他子民、敬畏他的人，必要领受这样的产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尊贵全能神来回应神的恩典、神的应许。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全能的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直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为灭我，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再次来宣告，全能的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直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
荣耀都归于你。哈利路亚，珍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把手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主啊，我的救赎主，我们的救赎主，你永远活着，你永远长存。你的慈爱直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你的平安赏赐敬畏你的人。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拍手再次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愿上帝的平安与大家同在，请坐，我们默祷。